以下是曾牧師為我們證道，他的題目是約拿說我知道。好，我哋將時間恭敬交俾殷牧師。我們把時間恭敬地交給曾牧師。願恩惠平安，藉着我哋嘅天父同埋主耶穌基督歸於大家。願恩惠平安，接着我們的主耶穌基督歸給大家。天氣好凍，天氣很冷，大家要保暖。大家要保暖。我係特別嘅感恩呢，因為阿李丹今日做咗一個新嘗試。我感謝李丹今天他做了新嘗試。一個插花嘅。他的插花。尋日同佢一齊插嘅時候咧，見到佢話真係流晒汗，真係。昨天他特意來插花嘅時候，他不停地流汗。佢俾咗個名俾呢個插花呢個花俾咗個名俾佢。他為了這束花，給了一個名字。佢呢個名叫做 The Beauty of Life。他說是 Beauty of Life。佢講生命係好無常。他說了，生命是很無常的。所以佢將有部分嘅已經枯掉嘅花咧，就擺咗前面做裝飾。他把一些枯萎的花放在前面做裝飾。佢將呢個舊嘅梳化拆咗佢，掹啲棉花出嚟做雪。他把一些舊沙發裡面的棉花拆出來，做了一些雪。呢個都係我哋生命裏邊好多嘅遭遇。這是我們生命裡面很多的遭遇。有好多好美嘅嘢，有好多好美嘅嘢。有些很美麗的事情。有好多挑戰嘅嘢。也有挑戰的事情。所以呢個就係生命嘅美麗。這是生命的美麗。咁喺過呢啲過程裏邊呢，在這個過程裡面呢，我哋好需要上帝同你一齊。我們需要上帝和我們在一起。如果唔係咧，好美麗嘅時候，你就會忘記上帝。在很美麗的時候，可能你會忘記上帝。好唔開心嘅時候，你又忘記佢。或者在遭到困難的時候，你也會忘記上帝。跟住你就喺憂鬱裏邊啦。這你就在那個憂鬱的裡面。所以好有意思啊。很有意思吧？呢個就係李丹佢教我嘅。這是我從李丹那邊學回來的。今日我哋講約拿書最尾一章。我們今天來看約拿書最後一章。一個嘅總結。是一個總結。約拿書你讀嘅時候咧，你有冇發覺係一個好完整嘅故事啊？你在讀約拿書嘅時候，有沒有看到一個很完整的故事？好有嗰種嘅深度嘅故事嚟。是很有深度的故事。其實好多嘅名著咧都有約拿書嘅影子喎。其實很多的名著，你也會看到有約拿書的影子。譬如無比敵，好像無比敵。係講條嗰個鱷魚啊，嗰條鱷魚。那條鱷魚。點樣人點同鱷魚爭鬥？人和鱷魚如何去爭鬥？譬如最出名嘅就係木偶奇遇記。木偶奇遇記。即係嗰個木偶後尾變咗人嗰個細路仔。那個木偶後來變咗人的小孩子。喺個肚裏邊係嘛？在那個肚子裡面。係嘛？就好似約拿書咁樣。就好像約拿書。所以約拿書佢係一個好好嘅古仔嚟嘅。約拿書其實是很好的故事。講4節嘅經係講唔晒嘅。如果4節的講道是講不完的。因為裏邊有好多好美好嘅嘢。因為裡面有很多很美好的事情。今日我嚟到最尾一章，我哋總結啦。我們今天來到最後一章，我們來做個總結。記得第一堂嘅時候咧，即係第一次聽嘅時候，第一節嘅時候咧。你還記得我們第一次聽第一節嘅時候嗎？宋執事佢結尾佢就係將最收尾個問號問咗大家。宋執事在結尾嘅時候用了那個最後那個經文的那個問號來問大家。佢話我豈能愛惜呢啲嘢咧？咁樣樣。我豈能不愛惜這些呢？宋執事就話呢個係一個 rhetoric questions。宋執事說這是 rhetoric question。rhetoric question 中文叫做修辭學嘅問題。中文意思說就修辭學的問題。咩叫修辭學嘅問題咧？什麼叫修辭學的問題？即係好似佢問你嘢，其實佢唔係問你嘢嘅。就好像他在問你，其實不在問你的。我俾個比喻俾你。我給你一個比喻。譬如你有個好好嘅朋友。假如你有一個很好的朋友。佢好忙啊，去做緊嘢。他很忙在工作。咁你就義不容辭走到去裏邊。你就義不容辭去找到。幫佢處理咗佢。你替他處理了事情。哇，好辛苦。很辛苦。咁完晒之後咧？完了以後呢？咁你朋友就問你啦。你朋友就問你啦。唔需要你啊，我做得到嘅。其實我不需要你啊，我能解決的。咁你就回答佢。你就回答他。乜做朋友唔係要兩肋插刀嘅咩？
做朋友不是要兩刃插刀嗎？係嘛？即係共患難嘅咩？我們又不是共患難。咁呢個問題就叫做 rhetoric question，這個問題就是 rhetoric question，修辭學嘅問題，修辭學的問題。就係佢唔係期望個答案，他不是期待佢期望你思考，他期待你去思考。佢大家都共識嘅答案嚟嘅。他其實大家是有共識嘅答案。咁呢個就係整卷書裏邊最尾嘅問題。這是整卷書裡面最後的問題。就係上帝有幾慈愛嘅咧？就是上帝有多慈愛呢？上帝嘅公義同埋慈愛之間關係點嘅咧？上帝的公義與慈愛之間是關係怎麼樣呢？所以呢個就係呢個嘅約拿書裏邊俾我哋最收尾嘅問題。這是約拿書給我們最後一個問題。第4章完其實一個開始嚟嘅。第4章完其實一個開始，就係要追問我哋。其實是追問我們，你有幾認識上帝？你有多認識上帝呢？呢個所以你哋知道，所以個故事點解咁 powerful， 即係咁勁？為什麼這個故事這麼有能力呢？因為佢唔係單單同你講個故事好聽，他不是跟你講一個很好聽的故事，佢逼你去思考。他是希望你去思考，究竟你嘅上帝，你咪真係認識佢㗎？到底這個上帝你是否認識他的呢？咁呢個就係整卷書嘅要講嘅事。這是整卷書要講的事情。不過我哋要講經文啦，如果唔係就可以完啦。我們先來看看我們經文，否則就完了。喺一開始嘅時候咧，即係第4章開始嘅時候咧，有兩個嘅即係好似平衡句咁樣樣。在第4章的開始，好像有看到2句的平行句，就係講到約拿好嬲，就提到約拿很生氣。耶和華就問約拿：你點解咁嬲？約和華就問他：你為什麼這麼生氣？咁一個嘅好平衡嘅句子就係你見到佢好嬲，你就問佢啦咁樣樣。就是平衡的句子，你看他很生氣，你就問他為什麼？咁呢間就係中間嗰段。我們來看中間那一段。中間嗰段就咁講話，他就約拿就向耶和華禱告。他這裡提到，他就向耶和華禱告。佢話：耶和華，這不就是我仍在本國嘅時候所說嘅話嗎？耶和華，這不就是我人在本國的時候所說的嗎？我知道你係有恩惠有憐憫嘅上帝。我知道你是有恩惠有憐憫的上帝。亦都唔輕易發怒，有豐富慈愛嘅。不輕易發怒，有豐盛的慈愛。並且會改變心意。並且會改變心意。不降災害。不降那災害。我就係咁樣，所以我逃到他施啦。我就這樣子，我才逃到他施的。喺呢段嘅説話裏邊咧，我哋可以睇到一啲嘅呢個約拿嬲嘅原因。我們在這段話裡面看到約拿生氣的原因。睇到佢點解要離開即係話向西走，唔向西走，唔向東走。為什麼他跑去西面，不去東面？因為佢好嬲上帝。因為他很生氣。嬲乜嘢啊？他生氣什麼呢？就嬲佢有恩惠、有憐憫、有慈愛。就是生氣，神有恩惠、憐憫、慈愛。好特別咯，是不是很特別呢？特別嘅地方就係佢咁好嘅上帝，佢都嬲。特別嘅地方就是有這麼好的上帝，他也生氣。所以佢嬲緊就係上帝點解唔降災啊？他很生氣，為什麼上帝不降災？不降災呢？上一個禮拜我哋阿曾牧師分享嘅時候，上星期曾牧師分享嘅時候，佢就講咗一段嘅經文。他提到一段嘅經文。呢經文係記載喺出埃及記34章6至7節。這是在出埃及記34章6到7節。喺呢兩段經文，約拿嬲上帝嘅經文。這兩段經文是約拿生氣上帝的經文，同埋呢一段出埃及記耶和華上帝頒布律法嘅經文，和這個出埃及記裡面耶和華頒布律法的經文。如果你細心讀嘅時候咧，假如你細心來看的話，佢唔係完全一樣。它不是完全一樣的。當然好多地方一樣。很多地方雖然是一樣，譬如佢有憐憫啦。譬如好像有憐憫啦，有恩惠啦，有恩惠啦，唔輕易發怒啦，不輕易發怒，有豐富慈愛，還有豐盛的慈愛。呢個就係好，即係都有描述嘅喺呢個嬲裏邊。在生氣那個段落裡面也有提到這些的。如果你再重複翻先前嗰段經文嘅話，我們再重複再看之前那段經文嘅時候，你就發現係冇咗信實。
你就發現沒有了信實，佢咩都有。他其他都有，上帝就係咩都有，上帝其他都有的，就係冇咗信實。就是沒有這個信實。呢個就係佢嬲嘅原因。這是他生氣的原因。你明嘛？你明佢嬲咩嘛？就係上帝好似有啲嘢冇做喎。就是他覺得上帝有些東西沒有做。呢段經文咧，其實係一個好特別經文嚟。這段經文其實是很特別的經文。佢特別地方咧，就係話呢段經文喺舊約嘅記載裏邊咧。這段經文在舊約的記載裡面，好少講外邦人，上帝對外邦人慈愛。很少會提到上帝如何對待外邦人。上帝有冇對外邦人慈愛啊？上帝是否有對待外邦人慈愛呢？有嘅，是有的。路德記咯，路德記記得嘛？佢咪對阿路德好啊，對路德好好咯，唔係外邦人嚟嘅。路德是外邦人來的，所以上帝唔係冇嘅。不是上帝有，不過記載到喺聖經裏面講到咁明白，話啊上帝對外邦人都咁好。但是在聖經裡面記載這麼明白，上帝對待外邦人也是這麼好。就呢個經文，只在這個經文裡面。所以一個好寶貴同埋好特別嘅經文。這是很寶貴、很特別的經文的。約拿嬲上帝，因為上帝唔信實。約拿生氣上帝，因為約拿認為上帝不信實。對呢啲外邦人偏心。他對外邦人偏心。信實嘅意思就係佢好可靠、好穩定、好忠誠。信實的意思是可靠、穩固、忠誠。咩叫穩定啊、穩固、忠誠咧？什麼叫穩定、忠誠呢？就係講過嘅嘢，佢都做嘅。就是所講的，他必須會做。佢唔會講咗算數嘅。他不會講完就不去做的。所以呢個係一個真誠嘅意思。這是真誠的意思。咁你一個記得先前嗰段經文所講咧？你來看看之前那段經文所提到的。我翻轉頭再睇嘅時候咧，就後邊嗰段冇講到啦。就是我們看到這段是沒有提到的。就係話你唔會最尾一句話，我不以有罪為無罪嘅。我不以有罪為無罪。啊！而且我哋會追討佢直到3、4代。而且我會追討他們直到3、4代。若果尼尼微城犯罪嘅話，如果尼尼微城他們的人犯罪的話，上帝饒恕嘅話，上帝饒恕他們的話，都應該追討3、4代啊。上帝應該追討他們3、4代的。點解上帝冇嘅？為什麼上帝沒有這樣做呢？對我哋猶太人咁冷酷嘅咧？為什麼對我們猶太人這麼冷酷呢？你明佢嬲緊啲乜嘢啊？你現在想一想，你可以明白他生氣什麼了？其實喺約拿書裏邊咧，記載約拿嘅名字之前咧，其實在約拿書記載約拿這個名字之前，佢嘅爸爸叫做亞米太。他的爸爸叫亞米太。亞米太嘅意思其實就信實意思。亞米太的意思是信實的意思。所以一開始嘅時候，即係如果我哋真係好明白這個故事，一開始嘅時候其實作者已經開始話俾我哋聽，上帝嘅係好信實嘅。其實開始嘅時候，作者已經告訴我們，上帝是很信實的。不過呢個嘅約拿就係喺呢個掙扎裏邊。但是約拿卻在這個掙扎裡面。所以呢個就係約拿佢嘅生命裏面掙扎啦。這是約拿他在生命裡面的掙扎。佢嘅上帝就好似字要對正嘅上帝。他的上帝就是說每一個事情都要對正的上帝。你唔做呢樣嘢，如果你沒有做這個事情，你就係唔得啦咁樣。你就不行了。呢個就係好似佢正就係佢咁字對正一個咁嘅人。他是這種字對正的這種人。所以佢就對於別人亦都係事要對正嘅。他也把這個觀念向別人每個事情都要對正。佢就忘記咗上帝嘅恩典係啲乜嘢。他就忘了上帝的恩典是怎麼樣的。上帝恩典係你掌握唔到嘅。上帝的恩典是他所不能掌握的。上帝嘅恩典唔係喺字裏行間裏邊死固固咁樣樣。神的恩典不是在字裡面就是永遠不變的。上帝係一個會改變嘅上帝。上帝是會改變的上帝。佢會動了慈心嘅上帝。他是會動慈心的上帝。但係約拿唔能夠明白呢件事。但是約拿卻不能明白這個事情。所以佢永遠都係要，即係你對我，你做初一我做15啦咁樣。就是他認為你做初一我做15。永遠都係咁樣樣。他
他永遠是這樣想所以的。佢生命永遠都睇唔到上帝恩典啲乜嘢。所以他生命就看不見上帝的恩典。好熟聖經，他很熟悉好熟呢啲先知以前講緊咩説話，他也很了解先知以前所講的話。好熟呢個嘅律法，他也很熟悉律法，但係唔熟悉上帝咯。但是不熟悉上帝。呢個就係約拿之所以咁大嘅掙扎，咁大嘅問題。這是約拿他最大的爭執，他的最大的問題。會唔會呢個都係我哋嘅生命裏邊嘅一啲嘅缺乏？這是否也是我們生命裡面一些缺乏呢？我哋將上帝擺喺框裏邊，我們把上帝放在框框裡面，我哋睇上帝就係唔能夠做出我哋所認為嗰個框框。我們認為上帝不能超越這個框框裡面所做的事情。超咗框框嘅時候，我哋就唔開心。超過那個框框，我們就不高興了。我哋忘記咗上帝原來喺我哋框框之外，仲有個更加大框框，大框框更加大框框。我們忘了，我們這個上帝在我們框框外面還有更大的框框。原因只有一個，原因只有一個，因為我哋上帝冇死到啊！因為我們上帝沒有死，我哋上帝冇喺個話語裏邊去就擺晒喺裏邊。他不把自己的所有的就是困在這個話語裡面。所以信仰係需要我哋不斷去尋覓嘅，信仰是我們必須要去尋覓的，不斷去體驗。不斷去體驗。保羅咁偉大，保羅這麼偉大，我諗佢唔覺得自己偉大嘅，OK？我認為他不自己覺得偉大的。佢點講？他怎麼樣講呢？哎呀，我唔覺得自己得到啊！佢話他說：我不認為自己得到，我只可以繼續往前走啊！我只能繼續往前跑。走去邊度啊？走去哪裡？走去上帝俾我嗰個恩賜嗰個獎賞啊！就是走向上帝給我的恩賜的連保獎賞。羅都係咁樣一路向前走。連保羅就這樣的不停地往前跑。咁我哋算得咩咧？我們算是什麼呢？我哋只不過係喺後邊跟住佢走啫。我們只不過是在後面跟着他跑而已。所以我哋嘅信仰生命係不斷要向前。我們的信仰生命是不斷要向前的。有一個人印度人嚟嘅，有一個印度的人，叫甘地。他叫甘地。甘地佢講過喺佢嗰個自傳裏邊咧，在他的自傳裡面，喺佢前嗰幾頁，在前幾頁，佢講句説話。他說了一句話，我都可以借用嘅。我覺得能借用一佢話下。我個生命就好似一個嘅實驗場所，我的生命就好像一個實驗場所，喺裏邊我經歷上帝嘅實在，在裡面我經歷上帝的實在，我經歷上帝嘅同在，我經歷上帝的同我在，睇到自己嘅缺乏，我看到自己的缺乏，我睇到自己要邊度要進步，我在哪裡要進步的。所以我覺得呢個對於我哋基督徒嚟講，我認為這對於基督徒來講，我哋更加要喺我哋信仰裏邊不斷去努力。我們在信仰裡面需要不斷的努力。我哋唔好停留喺呢個咁嘅階段裏邊。我們不能停留在這個階段裡面。我哋要被上帝嘅説話、被聖靈嘅引導，我們需要被上帝的話語跟引導，跨越我哋生命裏邊嗰種嘅不可能，跨越我們生命裡面的不可能，跨越我哋信仰裏邊嗰種嘅 naive 嗰種嘅無知，跨越我們自己信仰裡面的無知。所以呢個就係約拿之所以咁唔開心，這是約拿為什麼這麼不高興？上帝就去處理佢啦。上帝要來處理他。咁我哋就呢一段係講到上帝的確喺舊約裏邊。這段提到上帝的確在舊約裡面。就係上帝真係雖然赦咗你罪。上帝雖然赦免你的罪，但係佢都會你啲 consequence，你嗰個犯罪嗰個結果，佢依然係會處理。但是你犯罪的結果，他依然要處理的。所以約拿係即係一個好熟聖經嘅一個人嚟。約拿是很熟悉聖經的其實人，約拿一個好偉大嘅先知。也是很偉大的先知。所以咁偉大嘅先知都俾呢啲嘅所謂傳統，俾啲咁嘅思想困住自己。雖然這麼偉大的先知，還是被這種的傳統的思想困住。我哋跟住嚟到呢個嘅上帝點樣去處理約拿？我們來看看上帝如何來處理約拿。呢度記載就係話耶和華嘅話臨到呢個嘅約拿嗰度啦。這裡提到耶和華的話臨到約拿，咁就約拿就用咗3日時間去到呢個嘅尼尼微城。
約拿就用了3天時間去了尼尼微城，咁就不過佢用1日就走咗3日嘅時間，走咗3日啦。他是用1天走完3天的咁路。就其實呢度記載咧，係同呢個以利亞一個記載好相似。這裡的記載跟以利亞的記載是很相似的。不過呢度我唔討論啦。這裡我就不再討論。就係佢約拿就去呢邊就宣告。約拿就在那裡宣告。佢宣告乜嘢咧？他講了什麼呢？佢宣告話：再過40天，尼尼微城就傾覆啦。再過40天，尼尼微城要傾覆了。我要你留意2件事。我要你留意2個事情。第一件事就係上帝叫約拿去尼尼微城。第一件事情是上帝叫約拿去尼尼微城。佢講乜嘢？去講什麼？佢講嘅就話啊，你哋嘅罪已經好多啦他提到是你們的罪很多。你已經到咗我面前啦。已經到我的面前了。到我面前，即係話佢已經上帝冇法忍受嘅意思。到我面前的意思說上帝沒法再忍受了。即係你再嚟，即係好似你教仔咁，你再做我就打你㗎啦，即係咁樣。就好像我們教孩子一樣，如果再來的話，我就打你了。上帝就係講完呢句説話，上帝就講完這句話，約拿就去到尼尼微城，就講佢嗰個宣告。約拿就去到尼尼微城就宣告了。40日後，尼尼微城就傾覆。40天後，尼尼微城要傾覆了。呢個係一個嘅先知嘅宣告嚟嘅。這是個先知的宣告。如果我哋讀先知書裏邊咧，假如我們看先知書裡面，我哋生命之道讀過係嘛？在生命之道，即係先知書有好多嘅即係宣告嘅。在先知書裡面很多的宣告。宣告裏邊咧，我哋有唔同嘅個 formula 㗎係嘛？我們在這個宣告裡面是有一些程式的。呢個叫做使者公式 ，OK？ 我們叫使者公式。嗱，呢個叫使者公式，即係話咧，開始宣告之前有耶和華如此説。開始之前呢，你會看到耶和華如此說。最收尾嘅時候，這是耶和華説的。在結束嘅時候，你會看到這是耶和華說的。呢一種叫先知宣告嘅公式嚟嘅。這是所謂的先知宣告的公式。所以你讀先知書，你分段就要靠呢啲嘅，我哋叫做 marker。我們在讀先知書的時候，我們就靠這些句子來做分段的。有幾樣嘢係佢嗰個宣告係缺乏嘅。有幾個事情，它這宣告是缺乏的。就係喺整個嘅宣告裏邊冇講佢嘅罪。在整個宣告裡面沒有提到罪。冇講到佢犯咗咩罪。他沒有提到他們犯了什麼罪。亦都冇講到叫佢哋悔改嘅。也沒有叫他們悔改。或者點樣悔改？如何悔改？呢啲冚唪先知書裏邊記載咧，先知越講嘅時候咧，都會有呢啲嘢。如果你看先知書嘅時候，都會有這幾個事情的。所以嚴格嚟講咧，約拿佢宣告咧好特別嘅。嚴格來講，約拿這個宣告是很特別的。點解咁特別？有什麼特別呢？咩都冇。因為什麼都沒有。點解咩都冇？為什麼什麼都沒有呢？諗到嗎？你想到嗎？怕佢哋悔改咯。就是不想他們悔改。就係咁簡單。就是這麼簡單。嗰種仇恨就可以咁樣樣。的那個仇恨，你就係上帝叫你去做。就是上帝叫你去做。你真係去做。你真的去做了。不過你咧做到糊裡馬擦。但是你做得很糟糕。你糊裡馬擦不但止。你做得很糟糕，不但止。應該講嘅你唔講。需要講的你沒有去。應該做嘅你唔做。需要做的你沒有去做。目的就係你覺得，喂，咁佢悔改咪好唔抵咯咁樣樣。假如他們悔改，真係很不該的。會唔會都係我哋有陣時我哋處理我哋身邊嘅一啲我哋覺得唔喜歡嘅人咁樣樣？有這種方式是否會讓我們看到，我們平常會處理我們不喜歡的人，也會這樣子呢？記得聖經裏邊叫我哋點樣去面對我哋嘅敵人。在聖經裡面是教導我們如何去面對我們的敵人。點樣去同佢哋相處？如何跟他們相處的？新約嘅講法我哋好清楚啦。新約嘅講法我們很清楚。就係叫我哋愛我哋敵人咯。是說愛我們的敵人。咁我哋覺得愛好難嘅，係咪？我們覺得愛是很難的。係嘛？已經爭後邊咯。你看到前面就恨到後面。見到後邊就爭前面咯，點愛啊？後面就恨到前面，我怎麼去愛呢？申命記教我哋點樣樣？申命記是如何教導我們的？你見到佢有條牛走出咗路。你看到有一條牛走出了馬路。嗰個
你嘅敵人嘅牛走失咗路，你點算？你敵人的牛走出馬路，你怎麼幹？你見到啦，你看到了，你就要將佢拖翻埋去俾佢。你需要把它拖回給那個人。所以唔係想象到咁難嘅，不是想象這麼難的，不過係真誠，只是需要真誠。要講嘅就要講，要講的需要要講，做嘅就要做，要做的還需要做唔係的。收埋咗背後，你好似原諒咗佢，你不是說背後原諒了他，好似原諒咗佢，好像原諒了他，實際上你心裏邊冇原諒到。其實你心裡面沒有呢個原諒他。就呢個就係點解個宣講咁奇怪，冇咗傳統嘅先知宣講嘅 formula。這就是為什麼這個宣講是如何奇怪呢？因為他缺乏了先知公式的說法。就係因為約拿心不甘，因為約拿心不甘，情不願。情不願。雖然佢做咗算啦，他就隨便做了就好了。所以你見到個牛走失咗，你拖翻埋去俾嗰個敵人咧，假如你看到一頭牛，它走失了，你帶回去給敵人，就係你睇到佢個缺乏，就是你看到他的缺乏，你睇到佢嘅嗰種嘅困難，你看到他的困難，你伸出你嘅援手，你伸出援手，係真誠嘅，是真誠的，所以係有啲分別㗎。這是有區別的。正正就係約拿冇辦法原諒佢嘅敵人，真正就是約拿沒辦法原諒他的敵人，所以佢就求其講就算啦。他就隨便說了就算了。佢心裏面期望佢哋真係會受罰嘅。他心裡面期望他們是受罰的。咁但係我哋知道上帝就冇降罰啦。當然我們知道上帝沒有降罰。跟住咧，約拿咧，我們來看看約拿呢。約拿就佢聖經講佢就走出對城邊，城嘅東邊，約拿就跑到城的東邊，就搭咗個棚，就搭了一座棚。咁就當然棚有啲樹蔭啦，係咪啊？當然棚是有樹蔭的，因為喺沙漠地有個棚有樹蔭就好舒服嘅。在沙漠地有棚子有樹蔭是很舒服的。聖經記載耶和華上帝就幫佢即係種咗一棵叫比麻樹。聖經提到上帝替他種了一棵蓖麻，就係比麻樹生得好高，高過約拿。蓖麻樹長得很高，高過約拿。咁佢就有啲影子，有提供嘅影子，就遮住約拿，遮蓋了約拿，就免佢去受苦。免了他受苦。咁約拿喺嗰個記載裏邊就好開心喎。約拿這個記載裡面，你看到他很高興的。呢兩節經文裏邊呢，有幾個地方係需要留心。這兩節經文裡面有幾個地方需要留心的。聖經記載就係約拿走到去東邊嘅地方去，即係起個棚咁樣樣。聖經記載約拿出了城，在東邊就建了一座棚。東邊係咩意思？東邊是什麼意思呢？東邊我哋覺得東邊咪太陽升嘅地方咯，咁樣。東邊咪好似太陽升嘅地方咯。東邊是太陽升嘅地方。但係如果你睇呢個創世記嘅時候咧，但是如果你看創世記嘅時候，喺3章24節，3章的24節，你知講咩㗎？你知道提到什麼嗎？就係講亞當同埋夏娃犯咗罪，是提到亞當跟夏娃犯了罪，耶和華上帝就將佢哋趕離開伊甸園。耶和華上帝幫他們趕出了伊甸園。佢哋向咩方向走啊？他們往什麼方向走呢？向東邊走。他們往東邊走。另外咧，另外還有喎。還有4章16節係記載該隱。4章16節是記載了該隱。該隱佢犯咗罪。該隱他犯了罪。咁啊要罰咯。他需要被懲罰。咁佢去邊度走？他往哪裡跑呢？向東邊走。他也往東邊跑。另外就約拿挪亞之後。挪亞了，挪亞之後佢啲子孫。挪亞的後代，他們子孫。佢哋好多。很多，他人數。佢哋覺得自己要有一個嘅嘢去紀念佢哋嘅嘢，佢哋紀念呢班人。他們需要建個東西來紀念自己。咁佢哋向邊度走啊？他們往哪裡去呢？向東邊走。他們也往東邊走。所以東邊喺聖經裏面嘅記載咧。所以東邊在聖經的記載，除咗講係太陽由東邊升起之外，除了太陽由東邊升起，還一個嘅可能性，還有可能性
就講緊罪啊，是提到是罪，講緊係一種嘅抽離啊，是抽離、係嗰一種嘅焦慮。焦慮。就係焦慮乜嘢啊？焦慮什麼呢？就係原本有保護嘅地方，好似喺伊甸園裏邊。就是原本有保護的地方，好像伊甸園裡面。走到去上帝唔再照顧佢哋啦，走離開咗佢啦。就離開了上帝能照顧他們的地方。好似該隱咁樣樣。好像該隱一樣。該隱佢殺咗佢細佬之後，佢逃跑。該隱殺了自己的兄弟以後，他跑了。佢去東邊。他去了東邊。佢帶住咩離開㗎？他帶了什麼離開呢？憂慮。他帶着憂慮離開。緊張。緊張。唔知點算。不知道怎麼辦。大概如果我哋去咁去理解嘅話咧，大概我們這樣理解的話，呢個都係約拿佢搭個棚裏邊，佢個生命嘅處境。我們可以看到，可能是約拿他搭棚的時候，是生命的處境。佢要睇呢班人，即係點樣衰。他要看這些人會遭遇什麼樣。點樣俾上帝去真係整佢哋？上帝如何去整他們？嗰種嘅心情。這是他的心情。但係上帝又冇做喎。但是上帝沒有這樣做。就係呢種心情啊！呢個就係佢個狀態，佢喺東邊嗰個嘅狀態。就是他在東邊那個狀態。另外咧就有呢兩段經文有兩個好重要嘅字。這兩段經文還有很重要的字。就係講到佢搭咗個棚有啲蔭。他搭了一個棚，這樣是棚是提供了蔭。因為陰暗係俾佢覺得安定。這個陰暗是讓他覺得安定。上帝就為佢起咗一個蓖麻樹，然後蓖麻樹好高會遮住佢，有啲陰喺度。上帝安排了一棵蓖麻，它長得很高，可以遮過他的頭。呢個影子呢個字同陰嗰個字係同一個字。影子跟那個印下是同一個字來的。佢係講到保護啊，是代表了保護的意思。我哋今日宣講經文裏邊咧，在我們今天宣講的經文裡面，我哋講喺詩篇91篇，在我們看到詩篇91篇第一節嘅下半節，第一節的下半節，就住在全能者嘅蔭下，住在全能者的蔭下。呢個蔭就係嗰個蔭啦。這個蔭就是那個就係上帝喺我哋苦難嘅時候、艱難嘅時候，就是上帝在我們艱難嘅時候，上帝就係我哋嘅蔭。上帝就是我們的蔭。即係好似我哋話就好似係我哋大佬去照我哋。就是有什麼大哥來照顧我們。照我哋。照着我們。係啦，呢個就係咁嘅意思，即係話上帝就喺裏邊去照顧佢。就是上帝在裡面來照顧他。嗱，如果我哋係咁理解嘅話咧，假如我們是這樣來理解的話，就係上帝唔係淨係要約拿起個棚去照顧自己。就是上帝不是讓約拿造了一個棚，上帝要話俾約拿聽，我嘅救恩係同你一齊。上帝告訴他，我的救恩是與你同在的。你嬲乜嘢啊？你生氣什麼呢？你明啊？如果你咁樣諗，你就知道啦。上帝其實好錫佢。你這樣想的話，你會看到上帝想挽回佢嘅。他想挽回約拿的。但係結果咧，結果約拿就想死啦。但是最後約拿是想死。咁就約拿佢想死咧。嗱，呢個想死呢樣咁嘅嘢咧，其實就唔係一次嘅。OK。要想死這個事情不是第一次了。如果成4章聖經裏邊咧，其實起碼有3次佢想死嘅。在4章的聖經裡面，我們至少看有3次了。第一次想死就係叫啲人掟佢落海嘛。第一次他想死就是叫人就把他拋下海。都風浪咁大，掉落海就想死啦。風浪這麼大，拋下海就絕對死了。第二次佢想死係幾時啊？第二次想死是什麼時候？第二次想死就係佢見到上帝你都唔做咩嘅，你講你又唔做，不如你整死我算啦咁樣。他就認為上帝所講的沒有做，不如你就把我弄死就好了。第3次就係呢一次。第3次就這一次了。就係哇咁曬，你救恩攞走咗，我不如整死我算。這麼曬，你救恩拿走了，我不如就死得更好。呢3個死有唔同嘅地方嘅喎。這3個死是有區別的。第一個死就係約拿佢係同一班人有 interaction， 有個互動嘅喎。第一次死是約拿是跟那些人是有互動的。第二次佢嘅死係同上帝之間直接對話嘅。第二次的死是他與上帝有直接對話。第3次嘅死
係佢自己同自己講，第三次的死，他自己對自己說的，唔係同其他人講。他沒有跟別人說。即係咩意思？這什麼意思呢？即係約拿喺呢個係嚟到呢個階段裏邊，佢去到一個好絕望、好孤單。你看到來到這個階段，約拿自己覺得很絕望、很孤單，同人講已經冇用啦，跟人講已經沒用了，同上帝講亦都冇意思。跟上帝講也沒意思。佢就同自己講：他就跟自己講：死咗算啦。我就死了更好了。苦唔苦啊？你覺得苦嗎？苦唔苦啊？好苦嘅，其實佢。我覺得是他很苦的。上帝同佢講：喂，救恩喺我度，我俾你，你唔放心啦。上帝跟他講：救恩在我這裡，我給你呀。但係放心。但係約拿就唔肯放去佢自己嘅執着。但是約拿不願意放開自己的執着，所以佢嘅苦更加苦。所以他的苦更苦。所以呢個我哋都要留心，喺我哋生命裏邊咧，好多時我哋因為唔肯放開。在我們生命裡面，有時候因為我們不能放開，我哋唔肯放開上帝，交俾上帝。我們不能放手交給上帝。我哋永遠要揸住我哋覺得係啱嘅嘢。我們抓住我們需要抓住的認為。我哋要揸住一啲我哋覺得唯有咁先係最好嘅。我們抓住一些我們自己你嘅生命就好似呢一唯一裏邊，你嘅生命就好似呢個唯一裏邊。你的生命就好像這個唯一裡面，冇其他選擇㗎。沒有其他的選擇。你嘅生命就完咗喺嗰刻裏邊，我同你講。你的生命好像在這坑裡面。上帝唔係啊！上帝說不是這樣子的。我照住你啊！上帝說我在照着你。你跟住我得㗎啦。你跟着我就行了。有好多嘅唔同嘅嘢你要睇得到㗎。有很多不同的生命有好多可能㗎。生命是很多可能的。你唔需要永遠喺個執着裏邊去決定你嘅人生。你不用那個執着裡面決定你的人生。所以約拿同好多人去講佢死，同上帝講佢死，最收尾就同邊個都唔講啦。第一次約拿跟很多人說要去死，第二次他跟上帝說要死，最後一次他什麼都不要講了。佢就喺個抑鬱裏邊。他在那個憂鬱裡面。呢個就係即係呢個嘅作者抄俾我哋聽。就是作者告訴我們的。約拿嘅苦一部分係因為佢原因。約拿的苦一部分其實是他自己的原因，係自己選擇嘅結果嚟。是他自己選擇的結果。好，我哋再睇埋落去。我們再來看下去。喺4章聖經裏邊咧，講上帝嘅名字咧係有2個嘅。在4章裡面提到上帝的名字是有2次。不過當然有我唔將佢複雜啦，因為複雜有4個嘅説法嘅。OK。不把它弄得太複雜，複雜的話有4個說法的。不過基本上就係講耶和華同埋上帝呢2個名字。基本我們提到耶和華跟上帝這2個名字。耶和華嗰個名字幾時出現呢？耶和華這個名字什麼時候出現？就係約拿叫啲人講俾佢哋聽風浪嘅原因。就是約拿說告訴那些人有風浪的原因。佢話：我係你希伯來人啊！我係敬畏耶和華嘅，天上嘅上帝嘅啲海啊、陸地都係佢創造嘅。他說：我是希伯來人，我敬畏耶和華，天上的上帝他創造了滄海和陸地。呢個意思係咩意思？這是什麼意思呢？呢意思就係我認識佢。這是意思說我認識他。佢認識我。他也認識我。我同佢好親密㗎。我跟他很親密。你班咁嘅外邦人你唔知㗎啦。我話俾你聽。你是外邦人，你不明白的。跟住啲人去講嘅時候咧。接下來他們在講嘅時候。佢哋用上帝呢個字。那時候人就用上帝這個字。即係話呢班漁夫啊、又剩啊嗰啲人咧，佢哋唔知道呢個世界有個神明喺度。這是漁夫，這些人不是不知道這個世界是有神明。呢個神明係會賞罰嘅 ，OK？這個神明會有賞罰的。不過佢唔係耶和華咯。但是他不是耶和華。所以從呢個嘅即係咁嘅出現嘅時候咧。在這個出現嘅時候。咁你知道耶和華係代表咗認識嘅、親密嘅、同我哋有關係嘅上帝。耶和華是認識的、親密的，跟我們有關係的。如果上帝嘅意思咧？上帝的意思呢？就係佢抽象嘅。他是抽象的。我就係知道佢喺度啫。我只是知道。我就係知道我搞錯咧，佢就嚟罰我噶啦。我知道我搞錯，他就嚟罰我。我做得好，佢就嚟幫我。我做得好的話，他會嚟幫助我。如果你將呢2個字上帝嘅名字係去理解呢個嘅約拿嘅生命嗰種嘅轉變咧？我
我們來看看這兩個名字，我們來理解約拿生命的轉變。我哋睇第6、第9節裏邊，我們看第6、第9節裡面，上帝又話上帝就做一個蓖麻樹，就遮住咗約拿，約拿就好開心。耶和華上帝安排了一棵蓖麻，約拿就很開心。跟住就講上帝就安排咗一個蟲，然後說到上帝安排了一條蟲，上帝就安排咗呢個炎熱嘅東風。上帝安排了炎熱的東風。上帝同約拿講：上帝對約拿說：你點解咁嬲？你為什麼這麼生氣呢？佢就話：我嬲到死都啱啊！佢話：他就說我很生氣，至於死都是對的。你見到嘛？嚟到呢一刻嘅時候，最尾嘅時候，來到這刻嘅時候，你看到嗎？約拿即係記載裏邊，約拿就稱上帝為上帝。約拿在這裡稱上帝為上帝。上帝再唔係耶和華上帝啦。上帝不再是耶和華上帝了。所以你就睇到約拿喺呢一刻裏邊，其實佢係嗰種嘅放唔低，其實係將上帝同你隔開咗。你可以在這裡看到約拿放不下，他就把上帝已經隔開了。所以佢就見唔到上帝喺佢生命裏邊嗰種嘅救恩同祝福。他見不到上帝在他生命裡面的救恩和祝福。呢個就係點解我哋有陣時會同上帝分開咗原因。這也是我們有時候為什麼會跟上帝分開的原因。因為上帝好似忘記咗我哋。好像上帝好像忘記我們。佢嘅名字都變得好生疏。連他的名字都很生疏。呢個就係佢嘅情況。這是他的情況。咁上帝就喺度就回應即係約拿啦。上帝在這裡回應約拿。喺呢個回應裏邊，約拿上帝點講咧？上帝就話：你發嬲啱唔啱啊？佢話：我嬲死都啱啊！佢話。上帝就問他：你這樣生氣對嗎？叫他回答：我生氣死了都對的。如果呢一節經文同埋喺第4節經文嘅比較咧？這些經文跟第4節的經文比較，都有嬲嘅噃。都有生氣這個字。上帝都有同佢講話：你嬲啱唔啱㗎？上帝這裡也提到：你這樣生氣對嗎？第4節經文前邊係講緊約拿就係講上帝你又有恩慈有慈愛，你又唔懲罰佢哋。第4節的前面是上帝有慈愛有憐憫，你不懲罰。後邊嘅嬲咧，後邊嘅嬲咧就係上帝食咗叫隻蟲食咗嗰個蓖麻樹。後面這個發怒呢，是他叫那條蟲吃了那個蓖麻樹。所以上帝第一次講係冇嬲嘅原因嘅。第一次上帝講的是沒有生氣的原因的。第二個有原因。第二個提到的時候是有原因的。點解有分別嘅？有什麼區別呢？點解唔一早講？即係前面嘅嬲講話你嬲我唔施行拯救。為什麼不早講呢？你生氣我就不施行拯救呢？即係我唔罰呢班人啊！第一個嬲。我就不罰這些人，都讓你去生氣。點解第二次又講個蓖麻樹咧？第二次為什麼又提到這個蓖麻樹呢？其實又要發展落下一節經文。我們要看看第二段的經文的發展。耶和華就話呢啲即係呢啲咁嘅蓖麻樹啊，你又唔做，又唔係你搞，你都唔愛惜，咁多嘅人啊，左手唔識右手啊，有咁多牛羊啊，咁我唔愛惜嗎？咁樣。上帝說：這是蓖麻樹，一夜生長，一夜枯死，你都愛惜。在尼尼微城裡面，不能分辨左右手的人就有12萬人，人生出裡面，我豈不愛惜呢？所以點解會有蓖麻樹？點解喺第二節嘅問號有個蓖麻樹裏邊咧？為什麼在第二節的問號有蓖麻樹在裡面？就要帶出上帝對呢班嘅尼尼微人嘅城裏邊嘅人嘅愛。這樣帶出了上帝對尼尼微城裡面的人的愛。你可以想像一樣嘢。你可以想象一個事情。上帝愛約拿好多嘅。上帝很愛約拿的。呢一個人。這是一個人。為咗佢嘅緣故，佢有棵樹遮住佢。為了他嘅緣故，他有一個蓖麻樹來遮蓋他。呢度一班人。這裡是有一群人。佢哋悔改，全部悔改。他們有悔改。我就饒恕佢。我就饒恕他們。所以作者其實佢嘗試有一個比，即係個對比去誇張嘅對比，
係講緊上帝嘅慈愛有幾深。作者就是在這裡用兩個來對比一個人跟一群人表現神的愛。若果約拿係代表所有嘅猶太人，假如約拿是代表所有的其他人，而尼尼微城係代表所有嘅外邦人，假如尼尼微城是代表所有的外邦人，上帝就係一個嘅猶太人，佢都好愛到為佢去做一啲嘅嘢。上帝為了一個猶太人，也會為他做事情。而一班全部人悔改，我就寬恕佢。這群人，他們全部的悔改，他也寬恕。你見到個對比好大，好差，即係嗰個差距好大嘅。你看到他的對比是很大的，差距很大。一個就一個人悔改，我 OK 啦。一個是一個我就悔改你一個人，我係逐個計嘅 ，OK。但是可以每一個來算的。你哋就一班人計嘅。這樣別人是一群人來算的。一個沒有悔改都不行。你悔改我悔改，我就寬恕你；你悔改我寬恕你。假如你悔改，我就因為你寬恕了。你悔改我唔寬恕你。別人悔改不寬恕。我唔寬恕原因，因為有一個人唔悔改。因為在這群人裡面有一個人上帝悔改。愛就係好愛，即係表達緊佢好愛呢個群體啊，呢個猶太人呢個群體。這裡是我們看到上帝是很愛猶太人這個群體。你見到差別有差別嗎？你看到有區別嗎？但係約拿佢唔係好理解。但是約拿他不太理解。所以就喺啲咁嘅唔同嘅即係掙扎裏邊。他就在這個掙扎裡面，覺得上帝都唔夠愛。他覺得上帝還不夠愛。所以上帝就俾咗呢個問題俾佢，喂，咁樣又睇左手又唔識右手，有咁多牛羊。就上帝就給他這個問題，就是這麼多人的左手右手，他們不能區分的，有這麼多牛羊。難道我唔愛佢哋咩？難道我不愛他們嗎？所以上帝對於唔係，所以約拿對上帝嘅愛係好限制。約拿對於上帝的愛是很限制。係有條件嘅愛。是有條件的愛。係有報應嘅愛。有報應的愛。係有呢種嘅外邦人係即係唔係好值得咁完整嘅愛。他認為外邦人不值得完整的愛。呢個就係約拿咯。這是約拿。咁我就問。我就問。約拿有幾認識上帝㗎啦？約拿有多認識上帝呢？我交俾大家啦。我交給大家。咁大家可以思考呢個問題。大家來思考這個問題。第二個問題我想問。第二個問題我來問。約拿咁偉大嘅先知，對於上帝都係喺尋覓當中。約拿這麼偉大的先知，對於上帝還在尋覓當中。咁我哋咧？像我們呢？我哋都努力緊嘅，我哋都尋覓緊嘅。我們也在努力當中，也在尋覓當中。咁我想問多個問題。我再來問個問題。咁你點樣去？點解咁容易？唔係你 OK， 我覺得係你 OK， 我唔係對一個人講。你點解你咁容易去批評？咁容易用你覺得上帝説話去指正別人嘅咧？為什麼你這麼容易用上帝的話語來批評別人呢？所以我哋要小心。所以我們要小心。信仰嘅生命係一個過程嚟。信仰的生命是一個過程。有時會走差嘅。有時會走差。聖經教導我哋以愛去包住佢，希望佢揸轉頭。雅各書講。上帝告訴我們在雅各書裡面，我們用愛來包圍他。所以我哋要學習去饒恕、去明白、去同行。我們來學習去饒恕，來同行。呢個就係上帝俾我哋嘅教導。這是上帝給我們的教導。我哋一齊祈禱。我們一起來禱告。主啊，我哋感恩。主啊，我們感恩。因為主啊，你就係一個愛我哋好深嘅上帝。因為你是那位愛我們很深的上帝。我哋自己有時都唔係好清楚明白。我們有時候自己也不太清楚明白。求你教導我哋學習去放開我哋生命裏面嘅執着。求你教導我們放開我們生命裡面的執着。求你就幫助我哋能夠定睛仰望你。求你讓我們定睛來仰望你。關心我哋身邊嘅人。關心我們身邊的人。明白佢哋。明白他們。理解佢哋。理解他們。與佢哋同行。與他們同行。因為呢條路好難行。因為這條路是很難走的。我哋需要主你。我們需要主你自己。我哋需要主你同在。我們需要主與我們同在。我哋需要我哋身邊嘅弟兄姊妹。我們也需要我們身邊的弟兄姐妹一齊去走。一起來走天國嘅道路。天國的道路。聽我哋祈禱。聽我們的禱告。係奉我哋主耶穌嘅得勝名字。是奉我們主耶穌得勝的名字。阿門。阿門。